是啊是啊，一开始犹太人的概念就是安尼啊，看上帝会惊袂？惊到要死啊！因为这个是我的主人嘛。本来看法老王会惊袂？惊到要死，这是我的主人。今麦换主人，换什么人？换上帝。我说这是有层次的哦，因为到新约的时阵，保罗讲啥？另所领受，保罗伫罗马书第9章讲，另所领受的，不是奴仆的心，不是奴仆的心，不是奴仆的灵，是什么？是儿女的灵。所以我们呼叫什么？阿爸父。后，当然罗马书要重看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呢，渐渐的启示本来是上帝的奴仆，不过到新约保罗的启示是，这是咱是上帝的什么会？的家里儿女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过这是渐进的。上重要的是先离开埃及地，先离开埃及的奴役。咱会当把迄个时代讲，从埃及出来，然后侍奉上帝，理解从世界出来，然后投入上帝国，完全没有错的理解。也当然来了解，好，脱离世界的辖制，然后服侍上帝。不过，渐渐的启示就是更加清楚的，就是不是一个，咱不是奴隶在服侍上帝，我们是儿女在服侍上帝。好，这是无同款的地位。哈多讲过，犹太人因代世代世代的去记得纪念讲，因是一群人，一个族群，自古到因今嘛，一个族群。是无个互世界辖制，因为因要侍奉的是上帝，是从恩典开始的。好，我一直强调讲，各位兄弟，咱得爱认捌，咱是承受迄个稳定的人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做的事情是一种回应恩典、回应稳定的一个作为，不是一个积功德的作为。不是想做什么事情去给上帝换一寡好处，是因为知影家己是受到上帝恩典的人，所以即马咱所做的一切是徛伫这个地位，我们是上帝祭司的国度，是被圣别出来的子民，是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开始活出这个样式的生活。咱千万袂当停伫一个所在，上帝，我清楚，上帝对我有救赎，有稳定，互我会当真做自由的人。了，看我的，你看我外交，我即马拢做幸福，我即马拢做术士，我即马拢做好嘢。毋是走这个方向。应该是上帝救赎人出来，咱真做服侍上帝的人。你有缘会当做牛、做术士、做好嘢，不过你的重点是你在服侍上帝。咱在服侍上帝，咱毋是干那在服侍咱家己。犹太人因每一当在安尼过。到今嘛，到现在为止的犹太人一样纪念庆祝他们的逾越节，只是无下犹大摕管仔在食饭啦。好，不过每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，他们的家族的长老、家族上大的人，可能是因兜的实际公。恁兜的实际公是毋是恁上大的？听不懂我的梗就算了。因迄个家族上悬的长辈爱重新把出埃及记这个台经文各念一盖。好，我看过的是戴一个帽子，小圆帽啊，就开始念用希伯来文念哈，念这段故事哈。因家最世世代代每一当拢爱有的提醒。
因知影因是承受上帝恩典救赎的一群人。啊，第二，因知影因的性命是要去服侍上帝。讲到这，各位兄弟，讲到这，说到这里，那我就要问问我们基督徒，咱基督徒，无论咱年岁大啊，还是细汉囡仔，咱基督徒敢有亲像犹太人安尼，时时提醒咱家己，咱是承受上帝恩典的一群人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是要，恁讲看卖啊？咱是要安啦？要侍奉啥物人？你是惊讲出来就爱做是无？你无讲嘛是爱做。咱是侍奉啥物货？上帝的一群人啊！咱已经互上帝拣选出来啊，圣别分别为圣啊，成做祭司的国度啊。各位兄弟，咱走袂去啊？还是其实你还蹲在埃及？啊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还是你还蹲在埃及？没有，我确定我从埃及出来了。那你还在旷野？其实我们还在旷野。各位兄弟，咱爱确定，咱真正已经领受这个救恩，咱已经得到讨棒。那让我们搞清楚，咱在侍奉什么人？我们在侍奉谁？有一点可以作为检视。好，我也作为我自己的检视。咱所做的一切，那个我是不是遐重要？那个我是不是至高无上？我要考虑的。那是的话，各位兄弟，咱不是在服侍，不是在侍奉上帝，我们毕竟还是在侍奉我们自己。这一点可以检视的哦，不用别人来看你，让自己怎样？我的好恶，我的面子，我的利益，是不是遐尼重要？那是的话，各位兄弟，咱检测不是在侍奉上帝，虽然表面上是安尼，咱检测敢若在侍奉咱家己尔。有时候我蛮羡慕犹太人，他们真的有这些机制这些节庆，提醒，在教示因家己。各位兄弟，咱有无？有无啦？我们当然也是有啦。咱会当思考，会当反省，常常这的话，拢在做这款的提醒。佮最后一届，讲一届，咱是爱纪念，咱是受恩典，互上帝救赎脱离这个世界的人。毋过更较重要的是，咱是受拣选，要出来侍奉上帝的人。咱会当用这款的纪念，咱三角来勉励，同心祈祷。